先来的是第一首，这信手咱大家拢有唱。上帝做我们大家帮助，咱在第二、第三、第三集。过来第333首，现期第333首。照圣经所记载，伫哥林多前书第2章第9节。上帝为着听伊的人准备的，是目睭毋捌看到，耳孔毋捌听到，嘛毋捌有人受到的。诗篇103篇19节安尼讲：耶和华年年变，设立伊的宝座，伊的国权万有。诗篇第9篇第7节。独独耶和华坐位到永远。
敬拜你，我敬拜你，你的家充满这所在，我敬拜你，我敬拜你，我敬拜你。感谢上帝，因光归到上帝。这是咱合校来祈祷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我心感谢你，因为你好调阮一切荣耀的主，一同来到你施恩宝座前来敬拜你。主啊，你是创造天地的主，是属新娘的源头。我要用心灵与诚实来献上对你的赞美，恳求你赦免阮过去的一礼拜软弱以及过犯。清洁阮的心，互阮对清洁诚实的心灵来亲近你。主啊，求你伫阮的中间自由运行，带领诗歌、祈祷、信心、甲奉献，互每一位兄弟姊妹拢一直安定、造就以及勉励，换着将全部小组交托伫你的手中，由你亲自肯定百姓的心，互因为因为你的疼。也求你坚固一切兄弟姊妹，以分享见证，如此疼惜的时阵，拢用对你未来的理念以及喜乐，愿全部小组成为祝福的平台，互伊做人明白耶稣基督一直救恩，愿意将平安传甲信息的牧师交托伫你的手中，由你恩膏伊的喙，互伊的路成做阮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最后，阮要同心海民主的主导文来。万有天的，万有的是，你有勇敢，你有信心强，你可以信你，万有是平安话，下面的我，你就要下面的我，你就要看你是谁，你就要看你的大，你就要看你的东西，把它记住。本周的计划是精神一成与你，咱请本人做老师。弟兄姐妹平安。感谢
谢神，今天是教会联合的礼拜，也是我们有机会一起来敬拜神的一个时刻。为了我们有合一的敬拜，我们拍手归荣耀给神。谢谢神，因为神上帝好条咱，好条阮做会来加这己的军队，来在属灵的城市上面征战。在我们生命的旅程当中，征战是没有办法避免的。不管你是谁，都需要面对征战。不管外在的挑战、困难，还是讲心内底的不足，还是煎熬，人总会遇见超过自己能力能够承担的压力。这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，上帝的子民得胜不是靠着人力、资源或者是人的计谋。上帝的子民得胜是单单靠着神的同在与他大能的作为。如果你同意的话，拍手归荣耀。上帝的百姓得胜是靠着神的恩典、神的同在。今天所读的圣经，约沙法在遇见强敌围困的时候，约沙法选择跟百姓一起的祷告，一起的敬拜。虽然约沙法拄到了真大、真强的对敌，不过他没有急着动用军队，没有急着去想人的方法，他与众百姓一起来祷告。同样的故事，基甸在面对庞大的敌军的时候，也不是靠着强大的兵力，乃是靠着上帝告诉基甸那300个勇士去带领他们获胜。这些的故事都告诉我们，真正的得胜不是出于人的手，乃是出于依靠上帝。当我们在困境当中选择眼目仰望他，就能够经验到神奇妙的带领。当犹大面对强敌联军的压迫的时候，约沙法王带领百姓来到神面前。上次有讲过，约沙法大有条件、理由，可以跟其他邻国的人联盟，寻求外交的帮助。他没有。约沙法也可以去到仓库里面盘点一下军事上的装备，他也没有。约沙法率领众人祷告，而承认自己是无助，需要上帝的帮助。我们看圣经，结果上帝的灵临到利未人，对百姓说：不要因着这大军恐惧惊慌，因为胜败不在乎你们，是在乎上帝。唔免因为这个大军行是当。因为真正的胜败不是在你恁，是在你上的。约沙法在上帝的面前立志，首先做一件事情，就是在军队的前面设立歌唱赞美神的人。圣经记载，他们只穿着圣洁的衣服。NRSV 翻译成 Praise Him in Holy Splendor。KJM 翻译成为 Praise the Beauty of Holiness。从不同版本的圣经，我们可以更深的理解，他们穿着圣洁的衣服，或许不是我们所指的丝袍，或者是敬拜团的团服，也不是什么样特别的衣服 ，high class 的 high quality 的 clothing。希伯来文直接翻译。以圣
洁圣神圣成为装饰。所以意思就是说，他们穿起神的同在，走在军队的前面，大声的赞美神。圣经记载，众人歌唱的时候，赞美神的时候，耶和华上帝就派伏兵击杀那些犹大的敌人。这是一个非常奇妙的属灵的原则。赞美不是在战后的庆祝，是战前的武器。在人的眼中，赞美几乎不能改变什么。面对强大的敌人真枪实弹的征战当中，赞美没有办法改变什么，甚至有可能显得有点幼稚，或者是不切实际。但在上帝的眼中，赞美是一种信心的宣告，是对全能者的倚靠。弟兄姐妹，当百姓专注在神的荣耀，而不是专注在敌人的威胁的时候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上帝亲自的为他们征战，敌人互相的攻击，最后全军覆没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在我们生活的当中有困难来袭的时候，我们第一个反应是什么？当我们身边遇见难题了、遇见困难了、遇见很难解决的问题的时候，我们第一个反应是什么？是祷告吗？是赞美吗？还是抱怨？当我们人生遇见财务缺乏的时候，我们都会习惯埋怨的说：“啊，钱都不够了。”接下来计算机就拿出来了。当我们遇见生病的时候，检查报告或许没有很理想的时候，我们想到的就是去找名医，去靠管道去排那些很难排的医生，希望从医生得着解决的方法。当我们遇见人际关系紧张的时候，我们要想尽办法找出对方的错误，我们可以攻击对方，但我们很少选择第一时间就去赞美神。赞美神会有什么事情发生？开口赞美神，就等于把焦点从我们遇见的问题转向神的能力。赞美不是否认困难，赞美是我承认上帝比困难更大。请你跟旁边的人讲说，上帝比你的困难更大。我认识一位弟兄，他多年来都受到慢性病的困扰。我想我们都认识这些类型的人，常常要看医生、吃药，他的生活品质受到很大的影响。最重要的就是什么都不能吃，问题是他觉得好吃的都是不能吃的。所以他第一个反应就跟我讲说，开始抱怨，怎么不是我隔壁的人都每天大鱼大肉的都可以很好，为什么神都没有医治我？心里面就开始沮丧苦读。后来他决定一件事情，他决定要改变他的态度。虽然他的身体有他的毛病，需要长期的吃药，但是他开始每天早晨就赞美神。他第一件事情，他感谢神给他活着。接下来他感谢神，在即便身体有毛病的当中，神都与他同在。很奇妙的事情，他的病并没有因为赞美之后马上变好，但是他的心却完全不一样。从前他觉得很多的限制，怎么我的身体三高什么高的
这个不能做，那个不能做，都常常埋怨，看到别人很享受的时候又动每条这样。当他开始赞美神的时候，他的心态就改变，而且也就开始去运动，开始甘心乐意的改变他的生活习惯、饮食习惯。一段时间以后，他的身体没有之前我遇见他的时候那么的起伏，慢慢稳定下来。他整个人变得很喜乐，在教会当中，他甚至常常鼓励其他的人要多祷告，要赞美神，成为别人心里面的安慰和帮助。弟兄姐妹，可以让我们看见赞美并不是否认你生命当中的问题，而是承认上帝比我的问题大。当我们选择赞美神的时候，神就把忧愁变成平安，把软弱变成刚强。有一位姐妹，她在工作上面遇到非常的不顺，公司的压力很大，人事变动常常带给她很大的压力，她整天非常的焦虑，晚上困不起来，失眠。后来他在教会当中，在祷告当中学到一个功课，看起来是无功的，看起来是无聊幼稚的，但是他都照着做了。每天早晨一醒过来，他就先赞美神，先赞美神，不管环境怎么样，先赞美神。不管等一下回到公司的时候，又遇见那些很可恶的人了，他赞美神。他开始每天清晨在家里面唱诗歌，很奇妙的事情，他的心中慢慢逐渐的安定下来，他不再被恐惧、被焦虑、被那个着急来影响。3个月以后，上帝为他开路，他不仅找到一个更适合他的工作，更能够发挥他的长处的工作，也经历到上帝给他的比以前一切他想到的都要好。最后他说，环境还没改变以前，是因为我因为赞美神，我的眼光改变。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，没有一样事情比敬拜更重要的。假如我们连敬拜、赞美成为开始一天的开始这种智慧都没有的话，我再讲一遍，假如我们没有这种一天的开始以赞美神为开始的话，那么我们可以想想看，其他的人，你的同事、你的老板、你的儿女、你的老公、你的老婆，他们何必要听你说的话呢？如果一个属神的人，他一大早起来都没有把荣耀归给神，没有赞美神的话，那么你一天的工作里面所讲的话，人家为什么要听你？假如我们愚昧到一个地步，连赞美神都可以忽略的话，我们只想一心一意要解决人生当中的工作困难、教养的困难、夫妻的问题，那么其实那个问题不是在其他的地方，乃是最重要的问题在我们自己。我最近在看一本书，是一个美国牧师写的，他叫 Francis Chan， 他的书名叫做 Until Unity， 中文翻成你的爱够不够我们合一。里面有一句话一针见血的讲到一句话，他说导致教会分裂的最大的原因，就是人欠缺的赞美神。一旦停止合一的敬拜的时候，合一的希望就破灭了。使我们合一的，是因为我们同心赞美神，是因为我们同一个心思意念，不住的诉说，在地上诉说赞美神何等的宝贵，何等的荣耀。他形容他说，如果你要跟一个每天跪在地上大声赞美神、祷告的人，你跟他吵架，只相当
困难的。如果我们愿意屈膝来到神的面前，弟兄姐妹，你现在觉得很大的问题都有办法解决，因为上帝比问题更大。不要容许那些仇敌打扰我们赞美神，不要让那些谎言让我们没有办法合一的敬拜。弟兄姐妹，赞美能够打开我们的心，让我们看见上帝的伟大。赞美可以引起上帝的注意，带来属灵的突破。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务要常常喜乐，不住的祷告，凡事谢恩，就常常欢喜，就基督无线，凡事感谢。这不是一种建议，不是一种提议意见，乃是一种命令。命令就是要照着做。当我们赞美的时候，黑暗的势力就没有办法继续的影响我们的心。当我们赞美的时候，仇敌的谎言就失去了力量。当我们赞美的时候，神的同在就临到。当我们赞美的时候，家庭就和睦。当我们赞美的时候，教会就合一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要学习约沙法一样，在还没看到问题突破以前，我们先选择赞美神。赞美不只是在做礼拜的时候唱歌这个动作，赞美是一种生命的态度，是我们每一天跟上帝的回应。当我们在忧郁的当中选择赞美神，就等于我们启动一个按钮。主啊，我相信你为我征战。今天的故事提醒了我们另外一个关键：得胜的关键不是自己，得胜的关键不是自己有什么了不起。当以色列人被压制了，被米甸人压制了很多年，上帝就兴起了士师，引导以色列人反击。当初基甸就召集了众百姓，有多少人？大家有记得吗？刚刚读的经文，32000个人，有32000个人。但上帝对基甸说：“人太多了。”很奇怪耶，不是人多比较好吗？人多很好做事啊。但是上帝跟他讲说：“人太多了。”人太多，我不会将米甸人交在你们手里的，免得你们自己夸口，以为是你们靠自己而得胜。所以上帝就叫那些惧怕的、胆怯的人先回家。圣经记载，当12000人回家以后，就剩下1万个人。1万个人减了一半有多了，然后应该很好做事，各样的事情都应该做得很好啊。但是上帝又在说，1万人也太多了。后来就用喝水的方式来筛选，最后剩下300个人。32000人跟300个人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？107倍左右。上帝不要拿32000个人，人太多了。基甸用人的方法再筛选1万也太多了，上帝只留下300个人。从32000个人到300个人，在人看来简直就是疯狂的衰落。但神的心很清楚，上帝不要人夸口，要人明白，得胜不是人数有多少，得胜是出于神。结果基甸带着300个人，只靠着吹角、空瓶和火把，吓得米甸人狼狈不堪，方寸大乱，互相的残杀。
以色列人大获全胜。这个经文告诉我们一个属灵的真理：人最大的问题，人上大的问题，不是人自己软弱，乃是人很骄傲。人最大的问题不是人很软弱，乃是很骄傲。神宁可让人数减少、缩减资源，甚至环境很困难，好让以色列人明白，不是我能，乃是上帝能。弟兄姐妹，每个人都一样。当人一旦自夸，就会把荣耀归给自己。或许我们同样也犯同样的错误。这个世界告诉我们有很多的谎言，当然这是真真假假，很难分得清楚。我们有意无意之间就在自夸自己的学历、人脉、财力、口才，有人夸自己的教会很大，有人夸有一些外在的条件。我不是说那些东西没有价值，但是人很容易就夸口上帝以外的成绩。上帝最喜欢的就是拆毁我们想要依靠的那个安全感。上帝常常好像跟我们作对，我们本来想要依靠某样东西，上帝就拿走了。我们本来觉得这个很自豪的，很有安全感，上帝就拿开了。上帝这样做，以我的理解，他是让我们知道真正的得胜不是靠的人有什么。弟兄姐妹，有很多的人属灵生命走不下去，因为他一直以来都是太依靠自己。人可能活在教会里面，但是他一直以来的信仰都是在靠自己，凭着自己的热心，凭着人的努力，凭着一些的技巧，就觉得这样是服侍神。刚刚所说的都没有不好，只是我们的眼光，假如只有这些的话，我想这个不是上帝的心意。上帝往往容许我们失败，让我们学习到的功课就是要学习依靠他，而不是依靠自己。上帝要基甸没有靠着32000个人，而只靠了300个人。我们需要学习基甸一样，放下依靠自己的信心，而转向依靠神。当我们谦卑下来，神的恩典就临到我们，承认自己不能呢，神的大能就会彰显。弟兄姐妹，当上帝呼召我们去完成一件事情的时候，他会在我们生命当中放下一个很清楚的托付。我想在座的弟兄姐妹都有不同的托付，其实托付都跟上帝国有关，这样才叫教会。当我们被自己的需要、欲望牵绊了，其实上帝给我们的托付，就可能让我们失去了那个专心，以及无法完成神托付我们的使命。所以圣经常常形容人常常被什么世上的事情缠累，而忽略了天国的呼召。所以保罗提醒他的徒弟提摩太说什么？凡在军中当兵的，不可事物缠身。这个代表着属神的人应该必须有能力分辨清楚和取舍。虽然我们还活在这个世界当中，但是我们必须要努力抵抗，不要让自己变成越来越世俗，或者是太过依靠世界或属世的食物。这些所谓的缠累会影响我们脱离本来正确的轨道，妨碍我们完成上帝的任务。事实上，基甸在筛选的当中还有一个重要的画面，就是人喝水的方式。刚刚所读的圣经，大部分的人
都趴着喝水，像小狗一样，只有少数的人用手来捧着水喝。我们看见上帝选择的没有选那些趴在地上喝水的，而只选用手捧着水喝的人。刚好用水捧着喝的人，就是那300个人。我们有理由解释是，这300个人喝水的方式，他用身体、用他的外在的行为来表达一件事情，就是他们保持着清醒，眼目依然注意着周围发生的事情，而不是只单顾着自己口渴这件事情而拼命的喝水。这个筛选，上帝给基甸的启示，这个筛选不是选那些肌肉很有力的人，不是选那些百发百中的那些枪手，不是选那个很会打架的人，选的是喝水的方式的人，就代表一件事情，这是不是一种体力的比较，而是专注与警醒的象征。在属灵圣经当中，我们有很多的禅类，希伯来书6章，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，如同云彩般围绕着我们都当放下各样的重担，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，存心忍耐，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。所谓的缠累，不一定是很明显的罪恶，但有些时候那些缠累或许看起来是很合理，但却让我们失去焦点。什么是缠累？有没有可能过度的娱乐是一种缠累？有没有可能过度的工作是一种缠累？有没有可能无止境的追求物质是一种缠累？有没有可能你心里面不愿意放下那个仇恨是你生命中的缠累？生命中有很多的焦虑、重担，影响着我们摆在我们前头的路。一个人如果总是被缠累缠着，即便他有很大的热心，他也很难专注在呼召上面。有很多的基督徒，他很热心的服侍，但缺少的是在神面前安静的听神的声音。有很多人在忙碌的生活当中，但是他的优先顺序是乱的，结果就像趴下来喝水的人一样，只顾着当下口渴的需要，而没有警醒看周围有没有属灵的攻击。缠累是什么？缠累可以用不同的形式出现。学生可能被手机和游戏缠累了，所以他失去了对真理、对来教会学习的渴望。家庭主妇可能被琐碎的家务缠累了，我做完不完了，却忽略了跟上帝亲近的时间。我们在做上班族的人，可能是工作的压力的缠累的，不断要表现得很好，否则好像很不有安全感，忘了上帝才是供应的源头。做生意的人可能被金钱、被诱惑缠累了，以及他的良心可能跟信仰慢慢不一致。这些再讲下去，就是现代版跪下来、趴下来喝水的人有可能发生的事情。相反的，用手捧水来喝的人，象征的是一种克制和警醒。他们有没有口渴？
有，他渴得要命，但是他虽然口渴，但是他却保持的对环境的注意，没有沉迷在自己一时间的需要。这是上帝要使用这300人最重要的关键，能够放下残累，专注在呼召的人，是上帝能够使用的人。弟兄姐妹，今天上帝有可能在筛选我们，他要寻找那些保持着专注的、不被世界牵绊的人。当我们愿意放下这些残累，能够奔跑呢，摆在我们前面的道路，不偏左右，直到完成的使命。如果同意这样的话，请你拍手会荣耀你。士师记第7章8到13节，我们看见基甸领受了他所需要的话，就是透过一个梦。基甸需要这些鼓励，因为原先32000个人的军队，现在只剩下300个人，但敌军却扎营分散，漫布在平原上面。刚刚所读的圣经，如同海边的沙那么的多。那个梦让基甸知道，敌军的营将会被超自然的被摧毁夷平。对基甸来说，靠着我身边这300个人要打败他们，几乎是不可能的代志。但是上帝透过这个事情告诉他们，超自然的事情即将要发生。基甸带着300个人出战，他们手里拿着什么？号角空瓶，里面藏着火把。号角英文的圣经翻译成了 trumpet， 55刚才拿的 trumpet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这些打仗的人，他没有手可以拿刀，没有手可以拿剑的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到底是打仗要拿瓶子，要拿号角，要拿火把，还是拿刀拿剑？今天的军事上打仗的策略，跟事实上是完全不合理的。拿着号角，拿着瓶子去打仗，弟兄姐妹，这就是上帝彰显他大能的方式。当300人同声吹角，打破空瓶的时候，举起火把，高喊耶和华和基甸的道的时候，米甸人就陷入恐慌，彼此击杀，彻底的失败。弟兄姐妹，这是一个属灵深刻征战的场面。上帝要他的百姓明白，真正的得胜不是你用刀用剑来用命拼回来的，乃是上帝出手。空瓶代表我们的软弱，与里面是空的，没有。火把可以代表象征圣灵的能力，号角可以象征着宣告与赞美。当我们愿意把这个空瓶打破了，把自己破碎了，让圣灵的火点出来了，而且我们宣告神的名，神就自己施行拯救。弟兄姐妹，同样约沙法在这个战役的当中，百姓也没有拿刀，也没有拿枪，他只设立唱歌的人走在前面，上帝就让敌军自相残杀，胜利在上帝的手。这是圣经一再强调的，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，你们只管静默，不要作声。弟兄姐妹，在我们生命当中有太多的时间，不允许我们手拿着刀去征战的。有些疾病，有些生病，
病痛，是医学也很难解决。有一些关系的破裂，也不是说只有你努力就可以挽回的。有些困境，也不是我们有能力可以掌控的。如果你处在这样的处境，弟兄姐妹，上帝放我们在这个地步，会不会是一种机会，让我们承认主啊，我不能，但你能；主啊，我不能改变这段的关系，但你能；主啊，我不能改变这个局面，但你能。当我们停止挣扎，单单交托给神的时候，神的能力就彰显。有位姐妹很多年，就跟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有可能类似的，就是这个姐妹很爱主，她很多年为了她没有信主的丈夫来祷告，她可以用的方法都用尽了，用尽各种的方法对她的先生传福音，但每一次的努力却换来的就是泼冷水，或者是冷漠的反应。传福音传到根本没有方法了，也可以做的都已经做了。后来大家一起聚会的当中领受一个提醒，他让神为他征战。当他面对这个跟先生这个信主这个事情的时候，他不再想要靠着自己有的那个满福宝啊，什么传福音的方法都用尽了，没有办法的时候，他开始承认我不能了，我把这个征战的场面交给神。他的选择不再用言语跟他先生争，因为以前一直在辩论，哇，你的神，我的神多伟大，我的神，哇，你看我的神很好。他只做一件事情，就是每天为他的丈夫祝福祷告，在生活当中尽量的活出爱。几年之后，上帝动工，她的丈夫因为有一次的困难当中，神亲自的造访他终于认识了主，经验到他太太多年来跟他讲那一位上帝原来是真的。这个姐妹后来就流着眼泪说，原来得胜不是靠我说服他，原来是靠着上帝动工才有办法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要学习把征战交给神，把征战交给神不是一种消极的放任，乃是积极的祷告敬拜，承认我们的元首耶稣基督替我们征战。我们站在属灵的战争当中，不是拿着刀来乱砍乃是要敬拜神，用敬拜点起那个火把，用吹角唤起上帝的注意，上帝就亲自的领导替我们征战。原先32000，剩下300。约沙法和基列的故事，让我们面对属灵征战的时候，有5个核心 5 points。第一，赞美是得胜的开端，因为赞美可以启动神的同在。第二，依靠上帝胜过自己可以可夸口的一切才能、资源、眼光、方法，因为得胜不在乎人的力量，是在乎神。第三，弟兄姐妹，我们要把生命当中的残累卸下来，才有办法专注在上帝的呼召。原因很简单，因为上帝要使用的是警醒、专注在呼召的人。
第四，敬拜是在得胜以前，是因着我们对神的敬畏而敬拜，而不是环境变好才敬拜。第五，让上帝亲自的替我们征战，因为征战真正的胜利不在刀剑，是在神的手。弟兄姐妹，今天你跟我面对的征战，或许不完全一模一样。有些人正在面对家庭的征战，有些人正在面对健康的征战，有人面对人际关系的征战，有人又面对内在矛盾跟冲突的征战，有人在跟神在摔跤，有人要战胜心里面的恐惧。不管我们的征战是什么，原则都是一样。征战的得胜不在乎我们，是在乎神。我再讲一遍，征战得胜不在乎我们，而是在乎神。当我们选择赞美，我们愿意谦卑，我们放下各样的缠累重担，先来到神面前敬拜交托，神就亲自替我们征战，让我们在恩典当中得胜有余。如果你同意这样的话，请你拍手欢迎我。我们敬拜神。我们一起起立好吗？上帝呼召我们，让我们成为他的儿女。他已经应许我们有征战的武器，这是我们先来到他的面前的敬拜，看上帝怎么为我们做事。将自己献上，当作活祭，做出圣洁贵重的器皿。我
我们成为你的儿女，主你差遣我们要去使万民做你的门徒。主，我们已经听见你的吩咐，我求你差遣我们，不管用什么样的形式，我们都要让人成为你的门徒。祝福教会所做一切有关训练人成为门徒的事情，都被你祝福。赐给我们意向，赐给我们谦卑的心，让我们在主里面合一，来建造神荣耀的教会。谢谢你呼召我们，你的呼召本是如此。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。把手给我。请坐。林口长老教会2025年第2次差遣典礼开始，请奏乐。耶稣说：“愿你们平安。父怎样差遣了我，我也照样差遣你们。看啊，我差遣使者在你面前，在路上保护你，领你到我所预备的地方去。”这时候要邀请此次代表我们林口教会出征的5支队伍，部队进场。第一队是张千军弟兄带领的幸福橄榄树小组。第二队是罗彩珍姐妹带领的爱在界在种幸福小组。第三队是谢淑琪姐妹带领的葡萄籽儿童幸福小组。第四队是朱如意姐妹带领的幸福恩典小组。第五队是刘秀琴姐妹带领的中树幸福小组。主的灵在我身上，因为他用膏膏我，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，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，瞎眼的得看见，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，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。请杨牧师上台宣读圣旨，上帝的神圣旨意。
奉主耶稣口谕，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了我，所以你们要去，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，归于父子圣灵的名。凡我所吩咐你们的，都要教训他们遵守。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马太福音28章18到20节，接旨。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：“我可以差遣谁呢？谁肯为我们去呢？”我在这里，请差遣我。请卓牧师受洗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今天是幸福小组受旗的日子。受旗不只是一种仪式，它是一种差派。旗象征着方向，代表我们有共同的意向和使命。5个小组，你们今天拿到的不是一块布，乃是接收一个属灵的呼召。在未来的日子，每一个幸福小组要成为，也代表着林口长老教会成为传福音的前锋，把基督的爱带到职场、家庭、校园，让人经历到神。有人会问，为什么有那么的慎重？我要回答你，因为如果没有意向，我们就会分散；如果没有方向，我们一切都徒然。换句话说，人如果没有目标，人就会各自为政，最后会陷入空虚和混乱。所以德国有神学家提醒我们，他说教会如果失去了上帝的呼召，它就会很自动的沦为一个宗教的俱乐部，他们忙碌却没有影响力。今天受旗只要提醒我们，设立幸福小组的目的不是在办活动凑热闹，他们不是彼此的交谊而已，乃是去完成上帝给他们的使命。圣经起初，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每一个肢体都不一样，但要配合身体的元首耶稣基督。如果我们的意向是一致的，我们做的事就会事功事半功倍。如果我们的意向是分歧的，那么我们只能各自做自己的，就会出现多头马车，彼此冲突，浪费资源。这就是我们为什么教会需要合一的意向。今天我们在这里，不是因为每一个人因为他们喜欢这样做而做，
乃是我们要相信幸福小组是他们要去传扬福音，也是上帝给我们教会在这个阶段当中的重要策略。那我们看见未来的3年，可以看见教会的增长，从150个人变成300个人。那300个人就像祭奠拣选的像喝水的人一样，请大家可以想象，如果5个幸福小组，他们都各自走各自的方向，各喜欢做什么都去做什么的话，那么效果会不会好？但如果5个幸福小组，他们是同心协力的，他们是专注在福音，彼此代祷，互相扶持，那么在神的恩典当中，我们一定会相信教会会不断的成长。弟兄姐妹，幸福小组不是一个活动，它是我们回应大使命的方式。刚才杨牧师宣布圣旨，圣旨记载在圣经，耶稣说：“你们要去，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。”幸福小组的核心就是要去到人生命的地方，去到人需要的地方，不是等人来到教会。幸福小组的存在，不只是吃饭聊天，它乃是透过建立关系，让人可以遇见耶稣。弟兄姐妹，我们都知道，我们的教会的意向是3年300个人，5年500个人。我们的意向从来都没有模糊，是具体的。那么教会3年要达到300个人，到底怎么样达成？它不是一个梦想，它是一个呼召，但是它怎么样达成？第一，在第1年，我们所有的核心的领袖都要起头带头，我们要同工，首先委身承诺，为了我们教会共同的意向而活，不再各做各的。第二，我们当中要建立一个横向的代祷团队，让我们同心的为了传福音这件事情来代祷，而不是自己做自己。我们需要调整我们的节奏，确保方向是一致。第2年，我们进到目标的训练，就是如果有30个人成为小组长，30个领袖被带起来的话，那么每一个领袖都能够带领其他的人的话，那么我们现在有的150个人，我们当中就再没有参加者，而是全部的人都是带领者。如果同意的话，跟你自己讲说，我就是带领者。我就是上帝国的领袖，我们可以在各种的训练装备，就是会读经的分享当中，确保我们可以对准上帝能够持续的发展。第3年，我们每一个会友都有成为福音的代言人。我们生命当中最少你一辈子的当中，可以至少带1个人来认识耶稣。当我们朝着这个目标来前进的话，当我们为着代祷的名单来代祷的话，当我们继续用友善的邀约的话，当教会营造一个传福音就是荣耀的文化的时候，让我们看见这个3年300人就不是一个口号。我要勉励弟兄姐妹，今天受洗象征着你们愿意承担使命，这不是领受荣耀，你们要背起责任。旗一旦被举起，代表征战就开始。旗一旦被举起，就宣告征战要开始了。我们的征战不是属血气的征战，我们是属灵的征战，因为上帝会率领我们得胜。我要勉励各位，不要看自己的有限，要仰望上帝的大能。我们不要单打独斗，要彼此合作合一的前行。
我们也不只追求数字，我们要专注在灵魂得救，他得到健康的牧养。最后，我们要举起前行。今天我们领受的一面旗，就是我们的呼召。愿每一个幸福小组都成为宣教士，成为宣教的先锋；每一个组长都成为灵魂组长跟小组员都成为灵魂得救的渔夫。当我们意向一致，施工合一，事情就会事半功倍。让我们带着这个旗，勇敢的向前，直到我们看见神的国领到灵魂归主，荣耀归给神。阿们。此时我们来回应，请各小组来回应。首先，先请幸福橄榄树。弟兄姐妹平安，平安，平安。我是橄榄树小组的千俊，那这边为大家介绍我们幸福橄榄树的同工。那同工在那个 PPT 上面有写有4位，那第1位是我，那第2位是我的太太王伟，那第3位是信成，然后第4位是慧玲。那另外还有2位同工，儿童的童，没有写在 PPT 上面。那其中有1位在这边，他叫阿瑞。那幸福橄榄树的时间是从，还有另外1位同工，飞你站起来一下，跟大家挥手，谢谢。我说那个是同工，那个是儿童童，然后也是那个童，也是另外一个同工的童，因为他们真的也会帮忙。那再来时间是从预备周开始算，是今年的9月20号开始。那有贝斯的加入是从10月18号开始。那时间是每周6的2点到3点半。那地点会在所罗门教室或者在我家。那因为我们会看贝斯的，我们邀请的贝斯的对象，然后看什么样的场合，然后什么样的地点对他们来讲是最适合的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要来呼口号。那我们也请橄榄树小组有在现场的弟兄姐妹也跟我们一起。好。当上帝浇灌橄榄树，橄榄树就变幸福了。幸福橄榄树，散播幸福，散播爱。第2组，请爱在芥菜种幸福小组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大家好，我是爱在芥菜种这一次的幸福小组的组长，我是彩珍。我们要先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一次的同工，我们的实习组长舒瑜，同工是小文、陈展。龙
地为上帝传扬他的福音。我们用爱在芥菜种的方式，用我们因为有爱，因为上帝爱我们，所以我们要爱大家。Yes。好，那我们也要来呼口号。我们爱，因神先爱我们，我们去，因神差派我们，芥菜走走，咻咻咻。好，第三组请葡萄籽儿童幸福小组。我们请我们同工哈，还有那个我们的美听长老也是同工，美听长老，对，掌声，一起，我们先好，那我们葡萄树啊哈，这个葡萄啊哈，不仅要开花结果，而且还要结实累累，这是我们的目标。那我们今年还有一个新的目标，就是要让葡萄种子要能够发芽成长，所以我们今年叫做葡萄籽儿童幸福小组。好，那我们先介绍一下我们的同工哈。那我们的同工我是淑琪哈，担任这次辅长。那我们的同工有玉琪，我们在后面挥个手。那今天水军请假，那我们再来是美玲、香兰、君怡、北如，还有美丽长。好，那我们这个邀请卡马上就飞出去了，就傻走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要来邀请我们的那个葡萄树的我们的弟兄姐妹们哈，来大家哈就是一起高举我们的邀请卡，我们要一起来邀请大家哈。好，我们的林姐姐，可以的话可以来前面好了，好来吗？可以吗？来前面来那个苏大长老，那个我们看歌哈，淑玲姐，秋燕，我们可以一起来喊我们的口号，我们带着我们的邀请卡一起来诚挚邀请大家。淑玲姐要上来吗？淑玲姐，好，那我们就下一张我们的我先介绍我们的这次的服事的福音对象是5到9岁儿童跟家长携手来参加。那我们的地点呢，预定是在我们幼儿园的教室跟以斯帖教室。我们是从10月19号开始，每个礼拜天下午1点半到3点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要来一起来喊我们的口号。好，我们请大家一起哦，耶稣。